即字解，一般老师就教讲将刀将牛，甲牛分解啦。牛是受体，讲呢如何解说，乃拢无讲到。来看甲骨文的解，有两个人用手咧抢宝贝，抢到难分难解时，来一只牛用一边的牛角为中央打开。本意运册讲是难之善，难分难解是毋是就真好理解运册讲的难之善？阁有分开、判别等等的意思。即字解，若为甲骨文来分解，将山省将牛。啥物是山？就是咱定讲的南山。宝贝是钱哦，互牛角搭甲散开，变成破碎的宝贝，就是南山。当时文化有传承无？南山用即字难，希兰用即字难，两字共音，意思嘛差不多。希兰是薄薄啊一片，光滑明亮哦。光滑明亮的薄卵石就是蓝的本意。南山就是破碎的宝贝，现代人讲的零钱。这另一种版本的零钱，我袂晓读，有传承无？是闽南人的文化无？